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2月2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连续歇3天，高速公路嘛有卡塌。主管机关掠讲，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8倍才侪。国内又搁新增加2名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另外第23例，迄个看护人员捌出入台北车头和龙山寺，今日也拢伫咧消毒。早起，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踮伫咧徛街内底去互香港警方掠去。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举办的记者会，说明讲，如果新增加2个武汉肺炎的病例，是国内第33例。今年30岁，住伫咧北部的男性，伊是拄对日本奥萨卡倒转来，有可能是踮遐去胃着病，这算是境外移入的患者。啊，第34例是一个50岁的妇人人，本身有慢性病的咧。咱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详细说明。33案是我们30多岁的男性，好，那于2月17号到2月22号，好，与另外21个人跟团到日本大阪旅游。好，返国后于25日出现相关的症状，那因为症状持续，所以26日到医院急诊就医采检后返家。那27日医院通报送检，今天确诊。好，那目前这个案子已经在隔离治疗。好，依照他的一个活动史来研判，与日本感染的可能性是最高，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个案。那第34案他有慢性病史。好，那2月14日因为低血糖全身倦怠情况就医，然后那时候就2月14日就开始收治入院。好，那当时没有呼吸道的症状，21日起出现咳嗽、喉咙及发烧的症状，所以26日诊断有肺炎的情况，由医院通报送验，于今日确诊。那这个案呢，他没有国外的旅行史，那研判在国内感染相关的接触，我们在积极展开中。因为连续休假3天，高速公路嘛有卡塌。国道3号三英交流道到英歌系统交流道这站，早起有一站是时速连20公里都无。主管机关嘛也讲，今日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8倍才侪。另外，按即阵开始，旅客若坐行高速的，也是走公路的客运车，拢着磅体温。万不里若发烧，司机是会使讲唔甲咱载。量一下体温咯。国道客运的工作人员摕到头下磅针，特别上车的人去磅体温。这已经是乘客要上车进前一定要做的标准作业流程。因为公路总局规定，自2月28开始，只要是坐国道客运或者是公路客运，拢爱磅体温。若是发现旅客发烧，业者会当外载。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就派一个人在这边量就好了。可能动线要再管一下吧。国道客运业者讲，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真侪人即马拢家己开车，甲往年228年假比起来，载客量是减少2成到3成，而且强调也是做好防疫，车体、车站拢会定期消毒。若乘客上车之前发现体温伤过悬，会无条件退钱。在上车前，我们都会帮旅客做额温的测量。那如果说他有发烧，那他已经购票没关系，那我们会无条件的就是退票。在发生武汉肺炎疫情了，第一个连续假期，虽然国道客运的乘客比往年较少，不过国道的车流量依然是增加真多，尤其是国道3号三英到英国系统。车的速度不到20公里。这一次预估114百万车公里是我们年平均的大概1.4倍左右，主要是以比较多的是出游的旅次哦。因应228年假代替自27开始到3月初2，5天全线加开134班列车来疏运。另外，高铁已经伫咧27先加开1班，罗南美国站拢有停，规车拢是自由座来消套返乡的人流。预计5天全线要加开110班的列车。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交通，咱嘛来看花莲这边，因为武汉肺炎咧传，影响较侪交通工区公共运输的人减真侪，家己塞车是加袂少。尤其今年年初才通车的苏花公路山区道路改善计划这站，罗南的车自早起5点就开始有咧加，平均测的车速大约是40公里。
这是专门行塑化界的百货客运转运站，这台要往台北首都客运，顶面只有一个乘客。客运公司表示，连假第一天，台北往花莲的人客较侪，代替礼拜也阁是有12000的旅客，比平常歇假日阁较少。新冠肺炎的关系，跟以往比较的话，那大概少了差不多1成多。因为你搭乘火车还是算公共运输、大众运输。 我们会规劝旅客要戴口罩。大众运输的旅客是减真侪，民众即马佚佗大部分拢家己驶车。根据公路局交通管理控制中心的资料，苏花界道南的车流量为早起5点就开始出现。5点半就出发了，车流量在那个苏澳那一段，行车数大概在40左右。1小时大概是通过苏花公路的量，大概都是超过1000的量。那这样的量是对苏花公路来讲是已经超过它的负荷。苏澳到南澳段虽然有部分塞车，不过过花莲和平了车速是有变紧，警方沿路拢有设定处地违规。目前第一天了，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车潮了哈，南下车旅比较多哈，有防止超速和优先超车各项的违规车辆取缔了。 花莲警方强调，苏花界车流量目前还未到上悬，预计3月初1返港的车潮会是日坡的高峰，建议要驶车的人会当提早出发，避免塞车。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疫情指挥中心有公布国内第32个病例，就是印尼迄个无牌看护人员，进前有惊打过的所在。当伊捌出入的台北车头和龙山寺四边，遐个人来客去的所在，今日拢已经有清洁人员斟酌咧消毒。咱嘛看到讲，定定的旅客挂嘴烟要保护健康的，是愈来愈侪。较真个外籍移工看护，伫2月17捌去过龙山寺附近踅过。台北市环保局伫早起派人去龙山寺附近消毒。 每一个所在拢详细消毒，庙方也最近派人到3港清洗庙附近的路。今天我们主要作业是针对龙山寺的周边的部分，进行做一个消毒的，再次的加强做消毒作业。就这个地点来讲，这个月其实不止一次，至少来2、3次以上了。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所公布的资料，这位看护伫2月16、17、19、3港拢有去过台北车站，其中2月17也搁伫咧台北车站地下街踅过。 代替也请委外清洁公司加强消毒，自捷运的连通道到公共便所、列车顶的椅仔、行道、公共区域，全部拢消毒。只有车站的部分无定时，而且旅客开去接触到的扶手加开关。戴口罩，然后要常洗手啊。台铁的旅客如果他有发烧的话，我们可以协助来发给口罩，跟他量体温和协助就医。 这个确诊个案伫咧临疫进前4月拍拍走，期检会引发民众的担心。以前伫咧年假时阵，坐甲满满的台北车站的大厅，正罕的无啥人，来往的旅客也拢有挂嘴烟。代替讲，有期自4月开始会装红外线测温仪，若是旅客发烧，会协助就医，并且专业退票，未提供再送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提悬起来开设做第1级的规模。 台东县政府嘛开始点伫咧要往绿岛、要往兰屿的飞行机场、甲渡船的码头，甲旅客一个一个磅体温。拄等个休困日，早起码头是排甲吵。县府嘛讲，磅体温这项工作会一直进行到武汉肺炎疫情平静，望住伫咧外岛的民众和游客都要配合。 228连续假期头一天，台东富冈渔港的客轮码头出现真侪游客。200驶出南屿一帮、绿岛6帮船，拢总载上超过2000个游客，甲当地居民入去绿岛。为着配合中央防范武汉疫情，而且消除绿岛的居民烦恼疫情扩散去岛上的疑虑，台东县政府特别要求客轮业者伫咧码头停船进前，对坐船的乘客磅体温。海巡安检站嘛伫码头顶悬，向民众宣导排队磅体温。就是都有量过，所以不用怕。防疫人人有责，防疫视同作战。 要去玩，那也要注意安全。希望在这里就做把关，能够让兰屿跟绿岛两地的居民能够安心啊，也希望能够到兰屿跟绿岛去旅游的旅客也都能够安心的在那里。县府嘛请台东航空站配合，针对飞去绿岛甲南屿的航班乘客磅体温。不过，绿岛的居民是真烦恼疫情的扩散区，医疗资源较欠的小岛，希望防疫期间游客会当暂时先莫去。 所以说我们不喜欢那个台湾去兰屿啊。尽量观光客是先暂时不要来。
但是目前国内旅游的活动，中央疫情中心无暂缓的要求。台东县政府表示，为着离岛居民的健康，机场甲码头登机甲登船磅体温的防疫措施，会对即马开始一直到疫情结束。若是流出乘客体温超过37.5度，就会拒绝伊登机甲登船。记者综合报道。当即马一寡野老店中国湖北武汉市的台湾人，有影是腻腻看，望讲第二只转来的包机会当紧讲互好势。当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网又搁发表讲，湖北省对台湾工作的办公室指出，因主张由中国的东方航空和台湾的华航做伙载人，不过咱台湾这边嘛是无同意。咱国的陆委会是回答讲，这件代志双方当伫咧敲切，所以无法度加回答甲说明啥。武汉封城了后，各国陆续出动包机，替离印的公民。两岸之间嘛有一只班机。2月初3 ，247名台湾人返来台湾，但是第二班包机煞无消息。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湖北台办消息指出，稍后的运送，中国建议由东航甲华航共同执行任务，赶紧完成运送。但是台湾方面拒绝同意这个方案。陆委会回应指出，牵涉到双方当地协商的代志，无评论。前总统马英九搁在话话，希望双方各退一步。我不是建议双方各退一步嘛，不要争执政治，赶快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安全，赶快达成共识。根据新华网指出，提出申请要返来台湾的人数对978个人增加到1148个人，因伫当地观察已经超过1个月。无人去互感染到，而且因有需要返来台湾就医、上班、上课，所以由东航甲华航6个班机1礼拜内底完成运送，嘛提出班机安排的具体建议，而且提交1148个人的名单，中国甲责任全部撒互台湾。学者认为讲，双方有沟通的管道，但是因为前一班班机有人感染，双方无互相信任。现在是在针对这个疫情呢，是有紧急状况，有小两会的沟通。这个里面呢，牵涉到因为我们病房确实不足，大陆会希望一次把它解决，免得拖拖拉拉。因为护心不足，那么又加上第一次武汉包机的这个不愉快的经验啊，所以才会让我们的这个作为比较有一些考量。陆委会表示，台湾已经传好飞机甲防疫人员，就等北京同意。但是即马中国搁甲问题撒互台湾，两岸真歹有共识，而且继续在政治战。搁加上台湾出现社区感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提升到1级。面对疫情的发展甲国内照护的能量，留伫武汉的台湾人若返来，恐惊嘛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日本的职业棒球联盟宣布讲，因为要提防病情搁摊开，今年这季职棒的热身球赛开始要拍了，不过无要开放观众入去看。咱台湾的中华职棒联盟昨是讲，今年热身赛拢总有20场，要是会开放人拆票入去看。不过球场门口游玩也会磅体温，若超过37度半就袂当接台。嘛建议球迷证人喙炎都要挂好掉。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一日热身赛改采闭门战，韩国全部取消中华职棒20场官办热身赛18开打，中职开临时领队会议决定开放球迷进场，不过强烈建议观众挂喙炎。会觉得还是以安全第一啦，所以当时我们在自办热身赛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是率先宣布不开放，好，一直等到这礼拜官办，然后才慢慢开始让球迷进来，因为联盟的防护措施也已经到位了。以安全为优先考虑，联盟已经买一组军用顶级的红外线摄像机。官办热身赛甲一军赛事会设伫球场出入口。热身赛一军赛事，各主场球队确实暂时要无热相机，就用导针为球迷量体温。我们另外就是会成立一个紧急应变的小组，我们会邀请防疫的专家来加入，随时给我们意见，因为疫情随时会有变化，然后也可能要做不同等级的一个防疫措施。6场的奥运资格赛到底是不是要拍世界棒垒球总会，要搁等2-3天才决定。若是6场的奥运资格赛延赛，例行赛就为3月14延到3月28。了后开幕战甲例行赛是不是要闭门拍，要搁看疫情发展。体育署长高俊雄讲，有向中职建议，观众一场应采用每回做进行。间隔距离前后左右是没有人嘛，那5个位置，所以你这样的话，你的观众席假设是1万个座位席的话。这样的话是减少那个人密度太大。
体育署指出，确实疫情愈来愈严重，中职赛未当拍，无广告也无票房，会比较其他受冲击运动产业，由经济部会体育署审核进行纾困。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民众万不利若真是拄着，就爱在家来隔开检疫观察健康的时阵，地方政府会安怎协助？新北市侯友宜市长讲，已经有找几个大风景较清幽的所在，要应付无法度踮厝里单独隔开检疫的民众，安排去遐大。台北市这边嘛讲，考虑到有的人徛家确实无通看，但已经有调度旅馆，要互着爱在家检疫的人自费过去住14天。新北市长侯友宜28早起视察新庄新北大道草莓圳附近排水的改善工程。不过，武汉肺炎的疫情哪来哪严重，面对居家检疫的人数可能会欠悬，居家检疫者需要的场所，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是真快已经找几落的所在，做居家检疫者休困的所在。我们一定会利用我们自己的闲置场所，因为新北市的面积很大，我们有山有海啊。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风光明媚、闲置的场所，我们都可以马上利用来安置这些问题。那是台北市居家检疫的人数降到1000多人，不过台北市长郭本地表示，考虑到台北市大的环境较小，会订用防疫旅馆，让民众自费居家检疫。所以说，居家隔离大概分2部分，就因公务而需要的，这个我们会免费给他处理的。那如果是你居家环境不适合的，希望到外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征用旅馆在处理了。目前是总共找到2家，那并且他们提供的房间总数大概是40间左右。那提供给目前来看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一个需要居家检疫的一个对象来入住。刘奕霆指出，随后阁有几落间旅馆还阁继续在敲测当中。另外，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进行特别条例已经伫27生效，所以若是有违反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民众，会分别罚20万到100万，阁有10万到100万。台北市统计到27为止，拢总罚69个人。台北市卫生局提醒民众遵守隔离甲防疫的规范，以免受罚。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大甲镇南宫妈祖步绕境已经宣布要延期，不过高雄奉山者有76例，做伙奉请大甲妈的分尊过去巡境。活动按2月16就开始了。主办这边的庆典是凤山区的里长联谊会，会长苏志明苏里长嘛说明讲，沿路请新尊咧行的人敢若100通个，大家阁拢有磅体温挂喙暗，市府也无讲袂当办，目前同款是会继续行到头。信道轮流爱来自大家的妈祖新尊文景，高雄市凤山区76个里联合邀请大甲妈南巡，队伍伫大街小巷行，沿路民间嘛摆香案倒来迎接。不过为着防疫，大甲妈3月文景活动已经延期，南巡是毋是嘛爱停止？邀请单位认为有做好防疫，会继续举办。差不多拢是70几人啦，较侪就100人安尼啦。阮出来大家讲尽量挂口罩，所以你看阮的团队出来，大家拢挂口罩。阮嘛是会做体温的测量，甲酒精洗手、酒精消毒，出门拢会先做这个动作。活动对2月16号起点，要进行到3月15号，全程76个里，大家暗时拢伫咧无共庙过暝。联谊会强调，无办法做甲清早参与的庙方人员是毋是有热情警示国家的旅游史，但队伍大家拢有量体温，每一个人嘛有挂喙暗。市府嘛表示，室外活动目前无对应的防疫管制做法，所以并无禁止。室外空间的部分，由于目前在整个的在管制上面呢，我们并没有详细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管制办法。空气中伊才较快啦，应该是啦还好啦，因为一个一个啊尔。不过，沿路参加的民众，有的人确实无挂喙暗，只有呼吁应该爱挂。乐团曾经参加启电活动的市长韩国瑜，3月2号嘛要来爱妈祖，民方嘛订请韩国瑜只会去拜拜。记者王家川、民道款高雄报道。咱来讲桃园龙德宫这边，本地信众是拢请4马用国行的，去鹿港的天后宫，经过一寡庙宇，阁会入去参香。当早起众人嘛换坐车，要量早回銮。不过昨暗上百名的信众拢踮台中、大雅各中的体育馆照相。但庙方嘛讲，磅体温甲消毒的工课，因拢有真斟酌。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人客行开卡了后，会阁彻底消毒一摆。工作人员起了真早，伫体育馆内底喷消毒水，其他人员嘛伫一一待切，任何可能接触过的所在。进来内底时阵，是毋是爱个手爱个消毒，酒精消毒？离开的时候，我环保组清好了，拢先用酒精消毒。
虽然天未光，同梁德江的信众已经起了真早，准备提早回团。受到疫情影响，条件现场原本是8天7暝，缩短为6天。本来要行路行程，为了纪念上北，嘛改坐坐车，避免甲沿途的信众密集接触。车子直到送到庙前，我们整队一下，然后参拜祝寿，好，那我们就再离开。离开之后一样搭车，我们到下一站湖口显圣宫。同梁德江的绕境，今年是第15年，我们行过5县市，经过7个宫庙，差不多300个信众参与，其中困伫大雅国中的就超过100人，来拍中埔困做伙，第二天回銮进前专门来消毒，马上困过床垫带走。就响应政府吧，为了大家的安全。信众是感觉真无彩，不过嘛是会尊重政府的防疫措施。而台中市教育局表示，明伫半年之前，留言接触要来做，当时无疫情的消息。疫情发生了后，嘛只会使要求庙方来加强防疫。那你启动以后，中间停下来，那这些信众的这些怎么说？他临时要去找那么大的地方，也不容易的。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当年除了要求信众爱伫学生放学了后才会使进入，所落来嘛拄到连续假期，嘛未甲学生密集来接触。虽然庙方嘛已经自主消毒，不过为着安全，还是过来请环保局入要到校园来消毒。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今日早起，香港媒体界的头兄一传媒集团的主席黎智英，踮伫咧徛街去，互警方掠去。香港媒体是推断讲，原因拍算是去年6月，黎智英对北京报社记者出歹喙，佮有8月31日去参加无得到警方许可的反送中的游行的款。用过2014年的时，黎智英嘛捌因为参加争取民主的雨伞运动游行，去互警方掠过一摆。香港媒体守候伫九龙城警署外口，因为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早起8点外伫徛街被警方拘捕。2019年8月30日，香港市民伫湾仔小顿球场集结，花口河唱诗歌，佮用行前往圣约翰教堂。黎智英甲工党副主席李卓人拢有参与，不过这场行动无得到警方许可。游行民众和警方用水炮车赶离，暗时也爆发几啊件的冲突，包括81太祖站事件，警方拢入去地铁抓人。代志过半年，黎智英甲李卓人等人早起分別和警方掠走。佢哋幾位並唔係咧831嗰日嘅所謂自由行以及咧唱聖詩活動嘅發起人嚟嘅。第二，當日嘅行動係一個自發嘅自由行。並且佢哋有一啲嘅宗教活動，例如喺修頓球場係唱聖詩，我睇唔到點解有明顯嘅犯法嘅行為。李卓人也是香港職工盟嘅秘書長，職工盟也質疑2月2日嘅掠人行動是咧打壓集會自由，恐嚇香港人。我想這個行動就是要恐嚇香港人，就是警方是不斷會沒有任何理由，或者說沒有任何合法合理的理由去逮捕。香港媒體報道，黎智英也涉嫌喺去年6月7日對《東方日報》記者賣歹聽話，所以被掠理由包括恐嚇記者甲非法集結。不過，這唔是黎智英頭一擺參與遊行被掠。2014年雨傘運動，黎智英歌手何韻詩，也有幾啊位立法會民主派議員，攏佇清場迄天，互警方掠走。職工盟指出，即馬家己武漢肺炎疫情，香港人就算是民怨佫較懸，可能短期內也是唔敢登到街路抗爭。不過等到疫情較無遐爾嚴重了後，可能會佫上街，對警方掠人行動發出聲音。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看香港。一個驗出得到武漢肺炎的患者，厝內有咧飼狗，結果醫護人員竟然踮狗喙、狗鼻和畚口遐，攏驗到講迄隻狗仔體內嘛尿有帶病毒，敢正是去感染到，也是去捌到主人的病毒爾。目前還佫咧追查，不過獸醫師嘛講，但是還佫無別隻貓仔狗仔發生同款的情形。有咧飼動物做伴的民眾，咱接洗手就好，慢免過頭驚嚇。觀眾朋友，全世界診斷確定得到武漢肺炎的病例已經超過8萬人。咱嘛來看目前上屆新統計人數。中國迄邊確定的病例有78824個，死亡的人數是2788個人。台灣今日佫新增加2個病例，計共是34個病例。香港是93個病例。日本方面，宣召公主號船頂有705個病例。日本國內是214個病例。韓國疫情嘛愈來愈嚴重。
目前已经有2022个人诊断确定致病。中东的伊朗迄国目前是增加到270个病例，伊朗四边的国家也受牵连。科威特有43个病例，巴林有33个病例，东南亚的新加坡是96个病例，泰国41例，马来西亚是23个病例。欧美国家是意大利这当阵的疫情上较严重，已经有655个病例，美国嘛增加到60例，英国是16个病例。咱过来讲中东的伊朗这国疫情摊开，连副总统也去验出有去挖到武汉肺炎。欧洲这边上严重，意大利昨搁加增加要200个患者，到当已经有655个病例，17个人死亡。另外，天主教的教宗 Francisco 这2天人嘛留咧看守留片，暂时嘛先养病一下。搁有荷兰昨通报出现头一站致病的患者。伊朗的武汉肺炎疫情影响正大，继续卫生部副部长了后，2名国会议员也确诊，连副总统埃伯特卡也患着。画面上正边的就是埃伯特卡，伊伫当地时间27确诊，确诊前才甲几十名的官员开会，并且坐伫总统罗哈尼附近。除了埃伯特卡，CNN 也报道，伊朗前驻教廷大使霍斯罗沙西27因为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目前伊朗累积病例245例，26个人死亡。这个领袖哈米尼27信心的发挥，相信国家会渡过难关。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انشالله این کار برجسته و سنگین خیلی هم طولانی نشه و انشالله زودتر کلک این ویروس منحوس گرفته بشه انشالله。镜头转到意大利当地时间27，搁增加至被200个病例，累计确诊病例达到655例，死亡人数也增加到17人。疫情探息的同时，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传出身体无爽快。Desidero esprimere nuovamente la mia vicinanza ai malati del coronavirus e agli operatori sanitari che li curano。方济各日内为疫情祈祷的时阵出现会洒流鼻水，无偌久就取消过长工主持弥撒的活动。伫梵蒂冈收养，伫这进前，伊也甲信徒近距离互动。另外，德国甲法国的疫情也增加，德国累积病例已经达到48例，法国也伫24点钟内增加1倍，为18例增加到38例。荷兰甲非洲奈及利亚27也拢出现头一例。美国目前累计确诊60例，上新的一个病例找未到感染源，可能成为第一件社区感染案例。全球几国沦陷，世界卫生组织27讲，疫情已经到关键性的时刻。We're at a decisive point. For the past 2 days,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reporte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reported from China. WHO 也表示，武汉肺炎可能演变成全球大流行，呼吁各国量早采取行动，并且警告，若国家认为未遭受到病毒的侵害，将会造成致命的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美国，但拍算已经有发生头一个找无胃病的源头的患者。可见社区传染的风险确实来压悬起来，这嘛致使美国的股票市场表现真歹。道琼斯工业指数今日收盘跌1190点，是有史以来跌上忝的纪录。美国的四大指数收盘拢跌超过4%，道琼斯工业指数收伫咧25766.64只，是有史以来跌上忝的一日。股票市场主要的指数已经连续煞落第6日。到单跌超过3000点去，这嘛表示美国的投资人对病情咧看，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成长，是哪来哪烦恼。咱搁来讲，目前韩国确诊的人数又搁增加256个人，国内的病例计共已经超过2000个。全世界这当中管制韩国人，甚至禁止因入境，已经也有甲50个国家一下刀。日本国内确诊的也已经有214个。昨日本政府就宣布讲。万国地方的政府会当要求国中、高中和国校拢总停课，一直到春假结束。咱搁来讲一只游览船，船名号做传奇。船顶有载超过6000个旅客。真正因为内底一个船员和一个旅客有留片看守的镜头，要去大西洋卡瑞边海迄搭挖岸，连续2摆煞互人请假死。但治病人已经验出是流行性的感冒尔。墨西哥的港口嘛讲，因准这只游览船入港。
啊，毋过迄6,000个旅客嘛是得一一过验过，才会当落船。全球性的邮轮业者，地中海邮轮旗下的团旗号，船顶载着超过6,000人，而且核准伫咧墨西哥的昆达纳罗州的科苏莫多港口停泊。在此进前，因就是讲家己变做海上的人球，因为团旗号航程中发现27个菲律宾籍的船员，也个13个法国籍乘客有呼吸道疾病的症头，随着被隔离。伫咧到牙买加，也个大开曼岛的时阵，拢被拒绝停泊。伫咧离达到墨西哥科苏莫多的时阵，也有一寡人反对邮轮停泊。Tras la investigación realizada por el personal de Sanidad Internacional, confirmamos que no hay casos de coronavirus a bordo del crucero. Informaron también que el personal médico de la embarcación realizó una prueba rápida y dio como resultado infección respiratoria asociada a influenza tipo A. Y que se les permita arribar y estar. Nosotros no podemos actuar con discriminación. 多名民间卫生部长伫咧27讲，针对有一只要停泊英国籍邮轮，派出一支医疗团队去体检，初步结果显示无任何武汉肺炎的病例。英国籍邮轮认为多名民间的反应伤过度。伫这个月初3停伫咧日本的泉州公主号船顶确诊的人数超过700例，并且有死亡的病例，互邮轮变做大家关心的焦点。伫咧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27有一只邮轮，拄则自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结束5天的航程。船顶的乘客认为消毒作业比普通时更加彻底，对旅客健康调查比以往更加严格。这离疫区中国实在是真远，无需要伤过担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几件政治方面的新闻。立法院尤锡坤院长宣布聘任政治任的立委，目前无党的翁朱阳女士担当立法院的顾问，月级是12万加。但外界嘛有人咧议论，这敢是任用私人的人马？尤锡坤院长说明讲，伊是照法律落去聘用，薪水济少，暗时另外家己添的。尤其翁朱阳的经历和伊本身，确实是会当互相补偿。我必须要找一个跟我专长互补的人。那我年纪也比较大，要找一个比较年轻；我男性要找一个女性，然后我现在在国防委员会找一个对国防比较专注的，所以我考虑的结果，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但是我最后选择慈庸，最主要就是她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然后年轻、专业，然后有基层服务民众的经验，而且本身又有4年立委的经验，那对于议事规则等都非常了解，所以我是觉得他非常优秀，所以我选择了他。外界后问起，哪会无去聘请更较资深的立委？尤锡坤是因讲有诶足资深的，即阵嘛还阁伫咧做立委咧。翁朱阳顶任有经验。对艺术的规则真了解，尤其阁少年，身为女性，也嘛当伫咧摇一个诱因啊。总共是各方面拢会当含伊互相补偿。法律嘛规定立法院长会当有3个机要的课，这实在无算是任用私人。不幸的228事件到今仔日拄好73年，蔡英文总统早起去出席中央主办的纪念仪式。伊宣布讲，228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明年就要发表，这是真重要的研究报告。尤其转型正义的工作会刷落来，一项就是开放过去秘密的档案。另外要紧就是要继续推动人权教育，唔通互英国威权的历史搁再重演。自由甲民主，咱都爱真保守。228事件73周年，伫纪念碑前举行中枢纪念仪式。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台北市长郭文哲、立法院长尤锡坤拢出席。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即摆无开放民众参加，只邀请受难者家属甲代表。其中228受难者林宗莲的孙廖英豪致辞时是希望政府推动转型正义，唔通虎头鸟车尾，两早拆掉中正纪念堂。有受害者，都有加害者，加害者伫倒位？大家拢知影，伫遐，无甲伊摕掉，迄就敢若一支刀插伫每一个228受害者的心肝内底。希望蔡总统、国会会当帮忙。即摆总统蔡英文也亲自颁发恢复名誉证书，予受难者家属代表，更加宣布228事件真相，甲转型正义报告将出来。
经过2年外研究，计14年再度有重要的研究报告出来。总统蔡英文也宣示，转型正义工作的3个关键包括开放档案，加继续推动人权教育。已经解密并且移转档案局的部分，包括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要以最大开放、最小限制的原则来开放给社会大众阅览跟运用。我也要求，对于现阶段配合促转会调查受到征集选定的政治档案，除了极少数依法还不能解密的档案，国安局要在1个月内完成解密的工作。赵总统表示，成立促转会就是要发掘历史真相，这项任务会继续落去。今年也是林家会案40周年，过去违反政府的作为袂当搁发生，自由民主需要捍卫甲珍惜。记者综合报道。人拢讲是台湾上尾一个捌互判死刑的政治犯，迄个陈明忠先生，才到91岁，去年11月过身，今仔日也办100日。前任的马英九总统和出名的好好贤导演，拢有去参加追思会。因为陈明忠在生一直望要推动台湾甲中国统一，马英九嘛借用伊的话讲，228甲白色恐怖，拢是国共内战所造成时代性的悲剧。被外界叫做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的真相陈明忠，生前捌经过228事件、白色恐怖时期，各2摆入监，被关71年，去年11月过身，享受91岁。陈明忠伫在家期间，捌得到当时担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协助保外就医。228多是陈明忠100日，马英九出席追思会表示，对陈明忠演讲内容印象真深。他说，228事件不是台独运动，228与白色恐怖都是根源于国共内战的时代悲剧，受害者没有本省外省之分，必须要还原历史。也要以积极的作为消弭因为悲情所留下的族群仇恨。马英九表示，陈明忠甲伊出来的人，拢是228事件甲白色恐怖相同受难者，历史真相需要还原。啊，毋过对捌遭受磨难的家属，是要将心比心对待。1995年，当时的陈明忠捌甲导演郝浩贤合作，演出探讨白色恐怖时期的电影《好男好女》，两人留下好交情。看着他，我感觉这个人真的是气度之大，所以我跟他最后变成了一个忘年交，常常有时候会聚会。在此我是感觉非常的。一世人寻求两岸统一的陈明忠，伫2005年捌大力促成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去中国进行两岸破冰之旅。追思会现场气氛肃穆，参加人士拢相当感念陈明忠生前为两岸和平推动的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目前全世界拢伫咧讲究环保。咱嘛来看南非遮有一寡兴趣去海边取影的人客，即摆已经无咧用发泡的材质，就是若像海绵迄款的取影棒，因换经用日本产做的手工粘出来的环保取影棒。这款取影棒咧做是真够工，讲起来确实是用心计较，运动兼搁会当看到地球的环境。南非开普敦滨海高区的梅森堡天才拄啊光，伫这款早起上适合来海边啊取影。马修是真侪取影客其中一个，但是伊甲别人无同，伊扎的取影棒是用茶做的。For me, it reinvigorated my love for surfing because it's a whole new feel. 业者派出去用纯手工来做特地茶做的取影棒，原料是南非东花永续生长的日本柳杉，师傅必须要甲中的部分挖空来减轻取影棒的重量。这项技术到1950年代，因为新式取影棒事件慢慢啊无人在用。对派出客来讲，这挂取影棒拢是经过伊用心设计。Wood is a unique material, and we need to design for that. And so the board shapes that I've chosen, I think, are matched towards wood. And so those shapes go really, really well. 10年来，派出客做出850块茶做的取影棒，各地拢无完全相像。甲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取影棒比起来，虽然数量无介济，但是对某一寡取影客来讲，这块取影棒绝对是独一无二。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
英国还阁无塑胶，古早迄个时代，咱讲正经的茶用途是真济。即马开始为着保护环境，又搁咧复古。咱看到讲国外竟然也法度用茶、用杉仔落去浸雌鹰帮，出来互海边雌鹰的人客运用。讲到茶，各种想到真济台湾俗语。这英国老辈拢伫咧讲，实在这表面上用茶来比拼，嘛是咧讲人情义理。头一句，咱来讲破茶，连茶点都破。啥做破茶连茶点都破？简单来甲比拼，讲公司内底有迄个人，比一个来讲，即个男主角，我讲伊叫做阿国啊。坐伫伊倒手边迄个同事好意，伊甲阿国啊讲阿国啊，坐你后壁迄个同事有当着啊上下班拢无介准时。你嘛知影讲头家人拢会斟酌啊，所以你小甲提醒一下。拄着啊，真正当着讲坐倒手边迄个同事无伫咧椅仔位的时阵，阿国就活头啊。伊就活头，甲坐后壁迄个同事讲我甲你讲两句什么代志？煞毋知影讲坐我倒手边迄个同事伊讲安那呢？伊讲你上下班也无准时啦。第二搁安尼上班时间有当着电脑拢咧偷看影片啦。第三去添一杯茶1点钟惊4、5逝啦。实在你这伊真无赞成。但我哪有安尼？坐后壁迄个同事听到，就跳起来呢。伊哪会安尼讲？我咧甲伊计较。即落明明一句话，即个阿国啊，即个讲的话毋好好讲，竟然甲好意表示的人的名，原来过喙共讲出来，这就是叫做破茶，连茶点都甲破了。这社会咱常常咧听，毋那安尼尔呢？头拄咱听到阿国啊咧学话，明明咱坐隔壁、坐倒手边迄个同事是好意讲，你甲提醒，头家人会注意上下班较准时咧。结果人讲一句，会甲添4、5句。什么咧上班咧看影片啦、听茶啦，乌白甲添、乌白甲加，这现代人讲叫做加油添醋。毋过永早嘛一句话，甲茶有牵连的俗语，讲叫做享茶天花刀。煞毋知讲较早都袂用雅士炉，用灶咧享火。若讲已经火用要熄啦，咱就有一寡茶几，安尼扣咧，继续甲落落。台湾话实在运用了真好。享茶用国享的啦，享起来天火互道，这就是咱即句话咧比拼。永早因为敢若享大灶尔，所以看到享茶天火道即个动作，咱台湾人就是甲运用来讲人情世事，讲讲话你毋通安尼加油搁加醋，安尼就是叫做享茶天火道。实在咱咧讲现代这个俗语，永早社会敢若有茶迄个时阵，咱嘛体会讲。台湾人哪会遮熬？而且即个话应用到即当阵，拢个一句一句真拄真。毋则讲，咱伫咧讲话，第一毋通破茶连茶点都破，安尼介毋好。明明人都好意，互你学话学甲变歹意。第二，特别毋通享茶天花刀，惹人互相冤家，安尼更加毋好。过来，咱原来来讲古早的文化、古早的产业。英国无论庙宇还是厅头，拢有得去看人咧结古仔灯。总是即当阵是已经真罕得看见了。台北市迪化街遮有一间经营到第3代上百年的古仔灯店，因若保持生产传统的形体，嘛真拍拼咧替古仔灯开发新的用途，就是望讲传统的产业会当陪伴台湾人继续行过新时代。青红叶咧调好色料，头家张美美一笔一画，斟酌写伫人客厅的古仔灯顶悬。1915年创立的老米成商行，是台北市迪化街一间传承3代100年古仔灯老店。1980年，张美美的老爸中风过身了后，才30岁就接这间店。虽然店里的大细项代志对伊来讲拢真简单，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袂晓写毛笔字。我爸爸临时就过世了，那就感觉说我什么都会，只有写字不会，那当然是很恐慌啦，就是一直写就好了。经过一遍一遍苦练了后，即马写毛笔字已经是轻轻考考。张美美表示，店里主要的客户是一寡庙宇，庙会要用的古仔灯属于较传统的，所以做起来嘛真熟手。会的官将手的灯笼，我们想说来这边给阿姨帮我们做。台北现在也找不到这种比较古老的店。虽然店里有一寡固定的客源，但是对时代的变化，一般的民众愈来愈少来买，所以张美美决定要转型。伊讲早期的古仔灯拢是手工得边，
师傅搁爱钩纸、画色、写字、风水，过程是真复杂。放久了后，材质嘛较厚烂去。这几年来，找到纸雨伞工厂合作，用雨伞的概念做耐用的高压灯骨架，样式嘛有真侪变化。除了原本的红高压灯，搁推出5花10色的花布高压灯、中国风彩绘高压灯等等，真侪外国游客拢真介意。这种行业真的是要有创新才有希望。民众他会看到也很惊讶，说哇，灯笼怎么变成有这么好看的灯笼？以前我很少听到赞美声，因为可能他很严肃吧。现在一看到就会客人是很喜欢呐。面对传统行业渐渐在衰退，刘美美真无奈讲，无啥假想未来，敢若会当尽全力展示各种无同款的高压灯。互高压灯的文化会当继续伫后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公园，咱来看台南。台南白河林草比遮有一座专门拢种木棉花的道路，是要互人封做世界春天10大上界水的城市风景地点。但台南市今年佫特别邀请咧饲金光莺歌这款鸟只的团体，来到满世界拢是木棉花这座道路顶悬放莺歌落去飞，看得是真美丽又佫真壮观。这10外只金光莺歌听到主人的口令，伫同一个时间同齐飞上天顶，场面实在真壮观。这寡莺歌集体放飞的所在，就是伫台南白河的林草比木棉花道。驯鸟师后，他可以透过吹口哨，或者是叫它的名字，它就会从那个我们木棉到花海之间，这样一路这样子飞过来。那其实跟小朋友来讲，他们也是一个生态的教育。为着要替白河林草比木棉花季加添话题，今年特别邀请金光莺歌的交友团体做伙来替活动赞声，嘛互民众大开眼界。交友表示，金光莺歌是一种真古锥、佮真巧的鸟仔，从细只的时就开始训练，豆豆培养感情了后，就会晓听人的口令，放飞了后嘛，靠会转来。因为它是属于野生动物，飞行是它们天生的能力。我们训练主要是让它知道怎么回到我们身上。嘛，互人讲是世界10大春季上水城市景点之一的白河林草比木棉花道。这届金光莺歌直接放飞，拄好和美景互相配合，嘛加做地方上水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金门县的农业试验所和地方做食食的店头合作，利用金门本产的麦仔甲高粱，透染台湾种出来的米黄豆，落去叫做豆麦米素，还佫有麦仔高粱豆油。嘛，招起行岛的民众用这个佐料来煮米素汤、是米素鱼，还佫有卤味，确实是真有在地特色，又佫讲究纯天然的好料理。甲人绳拍开，然后甲鱼仔放入去吹。这出看起来真普通的料理，其实真有金门味，因为这是金门农业试验所用上新研发的豆麦仔米素加高粱豆油落去生的。小气是甲米素的芳开吹甲满厝经，现场40个来学煮食的学员，就拢对总铺师学因的美美角角。很道地，哇，真的是太棒了，原味的。这个早期在家里面做的就是这种原味的。食了物件了，食了原味了，感觉材料也最重要，煮起来食起来感觉最甘甜的呢。学员也学写茶鱼，了解食物的原型，也有料理的撇步。金门县农业试验所今年委托当地食品工厂研发豆麦仔米素加高粱豆油。豆麦仔米素是用当地金门出产的麦仔结合台湾米黄豆，经过3个月发酵结出来的。那麦仔高粱是经过4个月爱超过发酵4届，才有法度做出来。其实味噌它含有大豆、卵磷脂以及优质的小麦。那这些对于我们人体，不管是膳食纤维的提供，或者是维生素B1、B2都有一些营养的补充。亲像做米素汤、豆油蓝豆腐、米素鱼，也有卤味等等的好食米，唔来甲金门在地的麦仔甲高粱结合做伙，也互民众食出地方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和明仔载2日拢是好天。不过，着要注意早晚温度相差有较大，因为东北季风已经有较减。这2日台湾多数的地头和澎湖、金门、马祖，拢无啥会去落着雨，敢若东半部地区，阁有北部的山区一寡所在，可能会落短暂的阵雨。不过，连假最后一日下晡锋面经过，除了东半部地区、中部以北和南部的山区，拢无定会去落雨，温度嘛会较降。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北部20度到28度。中部21度到27度。南部24度到30度。东部22度到26度。今仔平湖16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